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Elsa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翻最新嘅 Pirate 幣價走勢。今日係11月14號嘅，目前嘅幣價為0.216美元。喺昨日即係13號，Pirate 曾經到達呢個嘅0.228蚊美元，即係我之前所俾過嘅一個嘅阻力位，大概為0.228至0.3美元，繼續受壓於呢個嘅日線20 EMA 0.3美元。喺琴日 Pirate 受到呢個嘅 BTC 嘅影響，由呢個嘅最高位0.228蚊美元跌至0.2086美元。我哋可以畫到一條嘅趨勢線，一條嘅支撐線，0.15美元、0.2美元。呢幾日嘅幣價都受到呢個嘅支撐線所影響。喺11月12號掂到呢個嘅0.219美元，成功支撐。好不幸嘅就係喺琴日 Pirate 收咗一個嘅陰線，跌破呢個嘅趨勢線，形成呢個向下突破嘅趨勢，可以話由0.15美元呢個嘅上漲趨勢正式告一段落，並且日線 MACD 亦都形成咗一個嘅死亡交叉，即代表由升勢轉為呢個嘅跌勢。目前 RSI 為42，0.19美元係下一個比較關鍵嘅支撐位。如果冇辦法守得住嘅話，我相信 Pirate 會迎嚟一個比較海嘯式嘅一個跌幅嘅。假設 Pirate 行一個最 worst 嘅 scenario 嘅話，大概係咩位置呢？會跌到？如果跟隨一個波浪理論嘅話，由呢個高位形成一個 A 浪，大概由呢個嘅10月27號0.2945美元跌至呢個嘅11月4號嘅0.2015美元，呢個係一個 A 浪，而 B 浪係由呢個嘅0.2015美元反彈至呢個嘅0.2368美元。C 浪可以跌到咩位置？通常嚟講 ，C 浪同 A 浪嘅比例為 C 等於 A 乘以1，會跌翻好似 A 浪同等嘅跌幅，亦都有機會形成一個比較強嘅力量，就係大概為 A 嘅1.236倍。最強勢嘅話，有機會會去到 A 嘅1.382。咁我哋大概可以估算到 C 浪大概嘅目標價位為，如果以同等嘅修正嘅話 ，C 等於0.2368減0.0930，等長嘅目標為呢個嘅會到達呢個嘅0.1438。如果用呢個嘅1.236倍嘅延伸，0.1219美元，如果係1.382倍嘅話，會達到呢個嘅0.1083美元。如果你係沽空嘅話，你可以 set 一個目標價位為0.144至0.122，都係比較常見嘅一個目標區間。咁大家點樣睇 Pirate 嘅幣價走勢？你認為會繼續向下啦？有一個巨鯨同埋投資者加入嘅話，令到 Picoin 繼續上升。歡迎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。記得 CLS 下條片我會分享更加多 Pirate 嘅最新動向同埋幣價嘅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